今年飛躍品牌大獎主題係專業、創科、雙循環。經過評審委員會嚴格挑選，我哋一共選出14個得獎企業同機構，仲有5位出色嘅領袖。得獎嘅品牌同領袖涉及範疇非常多元化，佢哋喺各自領域都非常專業，而且仲會運用科技走得更前。Hello， 我哋係 Sense Beauty and Spa 美容莊，我哋係專注為顧客提供各種保健同埋美容服務嘅大型連鎖養生專門店。品牌至今已經擁有咗6間分店，分別設於銅鑼灣、將軍澳、尖沙咀、旺角、上環同埋觀塘。我哋係為每一位顧客提供卓越嘅美容同埋健康服務，令更多人能夠體驗到我哋專業同埋熱誠。我哋相信以至誠嘅服務可以贏取口碑，成為顧客心目中最佳嘅美容中心。現今好多人都追求身心靈健康同埋內在平衡，因為情緒同埋健康都係息息相關嘅。都市人節奏急促，壓力大，嚴重影響生活品質。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喺忙碌嘅同時，亦都要好好愛護自己，貫徹以人為本、以客為先嘅宗旨。我哋每間分店嘅室內環境同埋設備都係經過精心設計嘅，為客戶提供一個寧靜舒適嘅環境，務求令到每一位走進我哋公司嘅顧客，身心靈都可以得到舒緩同埋放鬆。Sense Beauty 以養生美容為定位，特別引進咗日本廣泛流行嘅岩盤浴。利用天然神黑石嘅溫熱，調節身體機能，達至排毒、保健、養生、美容嘅效果。此外，亦都提供708嘅養生浴、復方經絡療法、美容護理同埋纖體各種服務，令到女士們身與心都可以得到照顧。要鞏固品牌形象，令顧客建立信心，優質服務同埋優秀嘅員工係我哋嘅首要。Sense Beauty 非常重視每位員工。團隊制定咗一套完善嘅培訓計劃，定期檢定同埋提供合適培訓，務求穩定服務，提升專業嘅美容知識同埋技術水準，令到每位顧客感受到物超所值嘅服務。另外，我哋每年都會做大型嘅網上意見問卷調查，收集唔同顧客嘅意見，從而不斷提升服務質素。我哋嘅團隊亦都會不斷學習同埋創新，尋求最新嘅技術同埋療程，以確保能夠緊貼市場嘅發展。再次感謝 JCI Queensway 飛躍品牌大獎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呢份榮譽不僅對我哋過去努力嘅肯定，更加係對我哋整個團隊未來嘅鼓勵。Sense Beauty 將會繼續秉承住專業養生嘅概念同埋美容行業嘅熱情，努力拓展優質服務，令到更多人體驗到我哋專業嘅美容服務。